另外，为着要来防止非洲猪只入内，行政院会有宣布，自11月初六开始，若是国外寄的交包裹内面有猪肉，无论是无细字还是挑故意，拢爱食罚。头一摆是罚20万，第二摆就100万咯。即嘛是已经无初罚免罚的制度。检疫局来回一直去找出是毋是有违规可疑的包裹，台中出现头一个非洲猪只，行政院解除猪肉禁令了后，边境防疫嘛搁较严。行政院会13确定，11月初六开始，寄送有猪肉邮包的违规输入人员，无论故意过失，一律挨罚。头一届罚20万，第二届罚100万，取消头一届毋是故意免罚的规定。违规输入的这个部分，无论是故意或者是过失，一律就是裁罚。第一次20万，第二次就直接100万。那另外，关务署也针对高风险旅客货物人工的这个开箱查验比率，提高至少20% 以上。过往很多这种输入的时候，然后就当作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然后变成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规范去逃避这个罚则，所以我们这次修改。你有任何的理由，我想经过裁罚了以后，可以针对行政的一些诉愿的部分呢，你可以提起相关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救济作为。国内用喷饲猪禁令也未解除。根据环境部的统计，期间全国平均每天生产1779吨的喷，外界是烦恼喷用烧的强劲的排放第二新。对这样代志，环境部是讲，焚化炉本来设计都有处理喷的功能，不过爱老嚼，而且会加严第二新监测一届，用烧的是低级做法。在检测方面，我们除了定期检测之外，在这一次应变期间，我们特别要求各焚化厂要加测一次的戴欧辛。在中长期处理的去化将会朝向生质能源化、多元化或其他方式来处理。另外，针对防疫期间喷的再利用演市场管理，地方环保机关目前正在进行第4波稽查，前3届完成率达到100%，拢总查到4件违规的业者，有依法处分。记者采访报道。